上個星期金市咧，本身大家都期待啲油價咧回落之後咧，令到個通脹會降溫啦，即係又唔係嗰回事啦。先講翻上個星期嘅走勢啦，咁星期一金價咧就受咗上個星期急升之後啦，而家調整翻啦，正常啦，你啲人又話你回吐，我哋回吐噶嘛。咁個市咧就好靜啊，其實都靜咗3個禮拜噶啦，即係等呢3個人爆完邊咧又靜，爆完邊又靜咁，都想點？咁去到星期二咧 ，CPI 出爐之後咧，咁市場就開始即係已經嚟料啦。金價咧就開始跌啦。咁啊 CPI 個數字高過預期之後咧，就個跌勢仲更加明顯。咁啊最低咧4.38嘅，其後兩日咧都係震盪。星期五開始之後咧就4.654，去到星期五嘅亞盤初期咧，美元因為走強咧，同埋市場已經消化緊中美高峰會正面消息之後咧，咁啊令到避險情緒咧就開始降溫啦，搞到金價咧一跌咧就上唔翻嚟。咁啊講完走勢之後咧，嚟緊上個星期咧最重要有3個數據。第一個咧就係星期二出爐嘅4月份CPI 啦，按年咧升3.8，前值3.3，預期3.6嘅。咁啊23年5月嚟最高嘅，咁啊按月升0.6%啦。咁啊新個 CPI 咧按年咧係2.8%嘅。大家仲記得之前我講過，如果 CPI 跟住油價跌咧，即係和談效應就反映翻個通脹上面啊嘛。咁結果咧而家完全相反嘅。通脹唔跌要反升啦，升得仲要勁喎，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係代表就算伊朗嗰啲油咧翻去市場，通脹壓力咧仲喺其他地方度頂住咗，咁啊，所以美聯儲要減息咧，似乎就我覺得好即係越嚟越細機會啦嚟緊。咁第二個係星期三出爐嘅4月份 PPI 啦，按年咧6%，係6%啊，前值4.3，按月咧升1.4%嘅。係2年3月嚟咧最大嘅升幅啊，遠遠超過預期嘅加0.5%啊。咁 PPI 咧就係一個 CPI 嘅先行指標嚟嘅。咁今次 PPI 咧直接彈到6%咧，咁即係話代表下個月嘅 CPI 咧仲有機會繼續升啦，即係有機會升過啱星期二出嘅3.8%啦。咁兩個通脹數字一齊爆燈咧，咁滯脹嘅情況越嚟越擔心，開始真係似滯脹啦。咁第三個係星期四出爐嘅4月份零售銷售數據啦，咁咧按月升0.5%，前值1.7嘅，呢個數字咧 OK 啦。咁消費者咧仲係都買緊嘢嘅，仲係消費緊嘅，仲未出現呢個崩潰式嘅收縮啦。咁但係諗下啦，通脹3.8嘅情況底下，零售銷售只係升少少，扣埋通脹喎，其實嗰個消費增長咧，其實已經唔係好多㗎啦，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慢慢食咗我哋嗰個購買力嗰個過程啦，就唔係一下子跌死。咁呢個咧就我會認為叫做溫水煮蛙啦。仲有一件咧上個星期好醉嘅事，就唔係數據嘢啦，就係星期三咧美國參議院咧就以54對45咧就確認咗 Kevin Warsh 咧就接任呢個美聯儲主席啦。咁啊嗱，去到今個星期五咧，阿鮑 Sir 咧就屆滿啦，到時咧阿 Warsh 哥咧正式上任，咁咧呢個就係今次一個長線嘅大變數啦。咁阿 Warsh 咧唔多唔少都有 Donald Trump 欽點噶嘛，咁佢係偏鷹嘅，佢過去咧好多次都話啦，美聯儲咧係時候要即係恢復紀律。唔好咁快減息。喺 CPI 同埋 PPI 雙重爆燈嘅背景底下咧，阿 Warsh 上任咧，咁我幾乎可以肯定咧減息個時間表咧要再推遲㗎啦。甚至咧有聲音開始討論緊係咪要加息添啊！我講咗好耐㗎啦，而家先話嚟出嚟加息。嗱，如果係咁咧，咁阿金就好啦。咁 Donald Trump 咧上個星期咧就親自訪京啦，咁啊令到咧阿習近平咧阿習主席咧就打呔見鬼佬啊！咁啊見咗2日啦，咁咧好耐冇見。即係咁高層嘅兩大國嘅權力核心咧，直接接觸啦。咁啊，峰會期間咧，啲金咧就好高啦。咁啊，啲銀咧85蚊以上嘅，之後咧就停咗喺度。咁呢個市咧就好明顯係等緊呢個高峰會咧嘅結果嘅。咁短線嚟講咧，個消息係正面嘅。咁金價咧都借呢個消息咧就回調啦。咁根據過去嘅經驗咧，25年5月中美關稅緩和嗰次咧，個金價曾經急跌3%嘅。咁如果今次中方同意買美國農產品啊、能源同飛機咧，咁避險情緒就會開始又繼續緩和啦。咁金價咧都會有類似嘅反應㗎啦。但係我唔係太擔心個跌幅啊，因為地緣政治個整體個張力咧仲係未改變，所以咧即係嗰個 base 咧仲係好強嘅，下跌空間未必係好多嘅啫，有限嘅。嗱，白銀咧就要留意一個風險啦，就係印度咧將白銀嘅進口稅咧6%加到15%，咁啊實物需求咧即時受壓啦。咁加上呢個減息預期繼續降溫咧，白銀短線上升動力咧係會減咗嘅。雖然佢呢排勁過金啊，就算中美關係改善啦，咁個銀價咧我都覺得未必暫時會即刻跟翻上去嘅。嗱，如果 Donald Trump 暫停賣嘢俾台灣嚟換取大陸嘅經濟讓步咧，
咁地緣政治風險咧就可能會短線下降，金價咧都係會跌㗎啦。咁但係咧個市對美國信譽嘅長線，即係嗰個擔心咧就反而會加深喎。最終咧對黃金都係有支撐嘅嚇。我講晒係嘛？我講咩都係啲金都係升係嘛？嗱，長線嚟講咧。如果去美元化加速咧，咁啊全球央行繼續買金咧，咁啊台海地緣政治風險加強，再加埋太陽能、電動車帶動嘅工業需求支持白銀咧，咁呢四個趨勢加埋冇變嘅話咧，一個高峰會咧可以改變晒成個市場情緒嘅。咁但係改變唔到呢四個大方向啦。嗱，美國投資對今次高峰會咧出奇咁冷靜喎。嗱，媒體數據咧就顯示市場對標普500呢個預期波動咧得0.7%。嗱，遠低於中國互聯網股嘅。嗱，美股投資者最關心咧就唔係地緣政治，反而今次訪京帶嚟幾多嘅生意啦。今次咧阿侵咧帶咗好多個科技巨頭嘅。咁呢個消息一出咧，其實我最擔心咧係唔知道強國咧會唔會一下帶17個科技巨頭啊？咁啊真係冚球。嗱，消息一出咧，市場最想睇到嘅咧就係 AI 晶片啊出口鬆綁，同埋咧回復翻同中國嘅生意部分嘅來往啦。嗱，更加值得留意咧就係超過70%嘅華美企業啊表示唔考慮撤離中國，近60%嘅計劃咧加大喺在華嘅投資添。咁美國企業咧就對中美關係嘅判斷咧比政界樂觀啲嘅。北京咧要美國承認問題嘅原則性，Donald Trump咧就將所有嘅問題咧導向交易。呢個視覺嘅差異咧，直接就反映咗喺兩個國家嘅投資者嘅市場行為上面啦。咁啊，大家就要明白今次高峰會佢帶嚟嘅關鍵係乜嘢啦。睇緊呢條片嘅你有福啦！我正式宣布推出金會員同埋銀會員嘅金銀產品專屬優惠，只要上嚟帝豐門市出示你嘅合資格證明就可以㗎啦。記得要 join 夠3個月啊！會員優惠係無限次使用嘅，啱晒中意穿金戴銀嘅你，仲等咩啊？快啲加入金銀豬計劃啦！除翻開每日1-2蚊就可以用呢個優惠㗎啦。每個星期會有會員限定嘅金市快拍，亦都會喺大數據出之前出 post 提水，無論係 RSI、GPI 或者係 PPI 都盡在你掌握。未來我會繼續推出一啲會員制嘅限定優惠，早買早享受，買金慳幾嚿。最核心咧就係星期四凌晨2點咧就會出美聯儲上個月嘅減息會議紀要啦。呢份文件咧好特別嘅，係第一次咧 Watch 咧有份接手嘅。咁咧市場就係第一次透過呢啲文件咧官方文件咧去了解新班子嘅取向。嗱，雖然呢個紀要咧係上個月記錄，但係咧市場咧會喺個啲字眼期間咧去解讀嘅。咁啊，新任主席上任之後咧，聯儲局對通脹同埋利率路徑究竟有冇改變咧？呢個好重要啦。如果紀要顯示啲官員都係想維持更加高息一段長時間咧，金價即升咗幾多啦？咁咧，如果佢裏邊嗰啲字眼係較為溫和咧，咁就可能金咧有得唞氣。星期四嘅8點半啊，就有初請失業金人數啦，前值211000。咁如果數字明顯上升咧，代表勞工市場啊出現裂痕啦，滯脹就進一步確認。咁啊，跟住咧就係嗰晚嘅9:45 5月份嘅 Markit 服務業 PMI 同埋製造業 PMI 初值嘅兩個 PMI 咧，都係觀察美國經濟實際運行嘅狀況即時嘅溫度計。咁如果任何一方跌穿50咧，衰退信號嚟㗎啦，咁對金市咧即時有影響㗎啦。最後啦，星期五晚10點鐘就係 Michigan U 嘅消費者信心指數5月中值，前值咧48.2，歷史咧呢個水平咧係偏低嘅。如果數字繼續惡化嘅話咧，代表美國普通百姓嘅經濟前景嘅信心咧跌到低點啦，咁滯脹恐慌咧情況啊進一步確認同埋蔓延。Energy Watch Your Sports Partner。最後啦，用翻 Telegram 層面分析金價走勢啦。大家唔好意思啊，我要望右邊咧，因為我個台喺右邊啊。你哋望到正面，但係我喺右邊。我上個星期講個頭肩頂咧，紅色咧係一個新嘅頂嘅左肩嚟嘅。咁啊，呢個頭肩頂我當佢係跌穿咗啦，但係佢唔係一個量度幅度啦，爭少少啦，未到啦。咁但係都係一個頭肩頂嚟㗎啦。然後咧佢再 form 咗個大頂喎，藍色嗰個。呢個咧就你可以話佢頭肩頂又得，大頂又得，咁都係頂啦。咁所以咧。你話佢頭肩頂我都唔會同你拗啦，總之都係頂啦。咁啊呢個頂咧
跌穿咗個量度幅度添，跌穿咗啊！今朝咧仲要跌到最低咧係4480嘅，咁我覺得金咧都係有弱㗎啦。咁而家咧，如果大家睇翻短線圖咧，而家係第二個頂嚟嘅，而家又整固緊啦，做緊第二個頂啦。咁我懷疑咧，可能呢兩日咧都係喺度跌㗎啦。咁話唔定去翻4400整數齊頭啦，或者可能再跌。咁啊嗱，如果炒金嘅話咧，可以試下搏反彈，擺個揸盤揸少少，要放止蝕。咁咧，如果買實金嘅話咧，就可能等一陣先。買咗嘅唔緊要嘅，你長擺㗎嘛。我都講句啊。買實金咧係長擺5、6、7、8年嘅，好似我咁，唔好再同我炒短炒一個月啊！炒一個月實金咧輸死你話你聽。咁如果你炒現貨金咧，咁就可以試下搏反彈，搏少少，大止蝕唔得走人。或者如果買實金嘅話咧，可能低啲先溝啦，都係奉行嗰個政策㗎啦，平均成本法。每個月特定日子落同一個數目嘅錢去買金，金低嘅買多啲克數或者兩數咯。如果金升嘅同一個價錢買少啲金，長遠嚟計都係拉勻都係贏嘅。好啦，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